今日庙内功德尊王背后的龙蟒气势十足，会拿药性姜采用金丝楠仔翻修庙体，打造出价值千万的神龛、龙条、顶下道等等，会当讲是全台唯一。其实就是讲，咱伊的较原味啊吼，啊伊有迄款水波纹吼，啊较光鲜吼，啊较亮丽安尼吼，较袂安尼吼，啊个伊最主要伊的金丝楠木是真高贵的木材，吼啊所以起来伊也毋惊虫，也袂皱吼。啊，会万年久远。拍顶了后，透出自然的湿水甲水泡纹，金丝楠仔毋惊香火熏乌起，就算民众用手摸拢袂要紧。因此，连庙门的门神拢无加装保护措施，而且是以浮雕方式制作。中门是金属宝为地宫，灵火瓶是24节气门神。伫即个5月完成的，哦，因为雕刻2年外吼，啊，所以。伫咱台湾全部是咱台湾的手工，吼，啊，甲即个木材吼，全拢是规地拢无拼接的吼，啊，所以起来吼，啊，较一个较庄严安尼。无共一般的庙宇传统彩绘，全面采用有地王母之称的金丝楠仔，光是神龛就有几啊千个零件组成，立体雕塑做成的机灵兼单风多样，嘛非常的水。装工了后，更是吸引其他宫庙人员前来交流取景，参像是高雄自兴会想要以金丝楠仔打造神明金身庙印，还有心案道群等等，嘛是有人来询问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